物業發債期回報率已經過4厘。大家好啊，先上工商號。最近有一個詞咧開始出名，就叫化債期，即係話過往幾十年咧，我哋成個社會經濟咧以房地產為主要嘅基調啦，以債咧作為槓桿啦。咁喺高速增長嘅時期入邊咧，債即係財富嘅加速器啊。因為紅利時代帶嚟嘅利潤咧遠遠高過債務利息嘅成本啊，所以喺以前咧借得越多咧就越容易發達嘅。而大圍經濟咧喺早幾年已經係停止咗高速嘅增長啦，進入咗存量嘅年代啦，所以債務嘅成本就冇得用時代紅利去化嘅，係要實打實用你揾翻嚟嘅錢去化嘅而家。所以喺呢個時候咧，好多中產人士開始發現啊，扣除供樓同家庭開支之後咧，手頭都係好緊下嘅。而好多做生意嘅人發現咧，生意差咗，物業租金跌咗之後咧，突然間收入就追唔到供款㗎啦。呢個時候物業一跌嘅話，前者咧就叫做中產返貧，而後者咧就係富豪洗牌。呢兩個詞咧就係近年市場嘅主旋律啊。而呢個主旋律會繼續主導市場，逼住放賣嘅物業咧，最少起碼2到3年嘅。咁市場雖然係淡啦，但係喺今年入市宗數都有唔少嘅，因為物業市場就係你跌還跌，只要你夠平就會有交易。今年首8個月交易嘅宗數慳翻咧，同上年係差唔多啊，都係200幾宗，唔算少噶啦。不過交易嘅總額就有一定嘅差距，上年去到8月為止咧，大概係30.3億左右啦。今年宗數接近，但係金額咧係得16.8億，少咗40%有多啊，可以反映到市況嘅慘烈。而成交咧同早幾年最明顯嘅分別咧就係厘數，喺2023年咧成交咧一般喺3厘左右，超過3.5厘咧就算順嘅啦。而去到2024年啊，成交一般要去到3.5厘，過4厘咧就叫順嘅啦。個別成交咧都係超過5厘嘅嚇，喺2024年。而去到今年咧又有新高，平均成交都差唔多要有4厘，而過4厘半咧就叫好順啦。而個別大嘅金額咧係可以去到5厘或者5厘幾嘅。咁要知道最近市場不斷減息啦，利息先係得2厘幾，5厘幾咧等於有成倍嘅息差賺。喺持續低息嘅情況之下咧，相信4到5厘應該係差唔多接近市場臨界點。但係咧睇翻有2023年平均嘅3厘到去今年嘅4.5厘，只係厘數嘅要求咧已經令到物業跌咗最少1/3，再計埋呢3年嘅租金咧，有啲區係跌咗嘅，所以部分區域嘅價咧係跌咗1半有多嘅，係非常之誇張。而咁誇張跌幅嘅背後咧，就會係一系列銀行嘅壞帳啦，因為你借錢都借咗6-7成，已經負資產嘅。所以咧，以前銀行經理主要嘅工作咧係借貸，而家主要嘅工作咧係追債，同樣都係咁忙，揾錢就少好多啊。澳門嘅物業基本上已經係時光倒流到2012年左右嘅，唔知會唔會再向前倒流？即係話13年內買物業嘅人都係幫以往嘅繁榮還債中啊！呢一班業主大部分人咧就努力供緊樓嘅，而小部分已經負資產嘅咧可能會選擇躺平，供都費事供。所以要買筍貨嘅朋友咧，除咗市場放盤，仲可以留意下法院拍賣網啊，應該會越嚟越多嘅貨。單交易都係好平，單都蝕到大出血。而對於資本嚟講咧，當然越多血就越興奮。喺呢個市況底下咧，賣方放出4到5厘嘅血啊，資本嘅鯊魚就大機率過嚟食呢件貨嘅。咁如果厘數係得嗰2厘幾咧，其實就理論上你走唔到嘅。好啦，呢個就係今年嘅市況，有咩見解？歡迎留言討論。